香港人做小紅書成日都忽略呢件事嘅，冇辦法變現係好正常啫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權，我依家嚟分享下喺香港小紅書應該點樣玩。就以我哋一個客戶為例啦，揾我哋服務之前，佢心情好嗰陣時咧就發幾條視頻，心情唔好嗰陣時咧2-3個月都唔見佢更新。有啲筆記啊發俾客戶睇嘅，有啲筆記又係發俾供應商睇嘅。最搞笑嘅係啊，佢簡體字嘅筆記又有，繁體字嘅筆記又有，甚至連英文嘅筆記都有。後尾喺我哋服務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呢個客走嚟問我哋點解個賬號推廣效果好咗咁多嘅？我哋嘅解釋其實好簡單，因為你哋做小紅書嗰陣時冇目的性、周期性同埋針對性，所以我哋建議香港商家做小紅書啊，一定要有專業嘅規劃，呢個係成功嘅關鍵。只有經過精心嘅規劃，呢個賬號先可以吸引到更加精準嘅客戶，獲取更加廣泛嘅流量。但係專業嘅規劃咧係有一定嘅門檻㗎，要根據唔同品牌嘅風格去做調整，做得唔好嘅話，可能弄巧成拙。所以我哋都有建議揾專業嘅團隊提供諮詢同埋幫助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，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